各位你好，我係 Mingo，極軒耳機音樂世界嘅 Mingo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隻耳機，應該係一個新嘅耳機品牌。但係咧，其實內裏有一個更深嘅層次，我想分享下。其實想向一位咧殿堂級嘅音樂人咧做一個致敬。我一般分享耳機咧就好少講個數據啊，好多資料啊咁樣。咁但係今日反而咧，我響分享耳機之前咧，我又想分享一啲嘅資料或者係數據。響 YouTube 咧，一首歌叫做《One Love》，被人擊點1476萬次。1981年咧，牙買加政府頒咗一個最高榮譽勳章。2001年咧，被格林美咧係追封咗咧終身成就獎，亦都係入咗搖滾殿堂嘅名人錄裏邊，亦都被稱為咧女鬼之父。我諗咧有了解音樂或者喜歡音樂嘅朋友都知道我講緊邊位，就係咧人稱係牙買加嘅女鬼音樂之父咧 Bob Marley。響分享 Bob Marley 同埋我今日想分享隻耳機之前咧，我有一個少少嘅故事同大家分享下。咁咧就一兩個禮拜前咧，咁就Marley 耳機嘅代理咧 Thinking Group 思維集團咧，咁就舉辦咗一個分享會啦，或者係發佈會可以咁講，係介紹 Marley 呢隻耳機同埋 Marley Family 嘅。咁咧就當然啦，咁Marley 耳機我去試聽啦，咁即係當然我參與呢個試聽會嘅時候，試聽耳機係我最重要一個部分。咁另一方面就話咧，佢個食品啦、美食啦、飲品啦，當然我會留意啦。同樣都會留意一啲靚仔靚女啦，呢個係自然嘅。但反而咧，我整個過程當中咧，我係最留意咧第一次咧遠道由美國過嚟 Marley 嘅仔仔兒子應該係咯，兒子係 Rohan Marley。我其實參加過好多不同類型嘅耳機發佈會。今次俾我一個好大嘅特別嘅地方就係咧，呢個發佈會咧，Marley 嘅兒子咧，成場我見到佢咧，就好多時好熱情咁同好多朋友握手啊、分享啊、傾偈啊咁樣。咁代表咗啲乜嘢咧？我會發覺咧，一個品牌咧，其實過往有好多唔同嘅發佈會啦，或者係啲耳機揾代言人啦咁樣。但係咧，由一個藝人嘅後人去做一個發佈嘅品牌，而我整個過程裏邊，我睇到咧，Marley 嘅兒子咧，佢對音樂嗰種熱誠、嗰種嘅積極、嗰種嘅投入感咧，係我之前未曾見過嘅。我自己有個感覺就係咧，首先耳機係一個，我成日都覺得咧，耳機係冇一個好特定嘅 function。個 function 其實係聽音樂。咁但係如果你冇發聲嘅時候咧，佢就冇基本音好大嘅特色㗎咯噃。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咧，其實耳機或者係音樂咧，到一個好大嘅 function 就係咧，其實佢聯繫咗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喺度。咁所以今次咧，我自己聽完今次呢個發佈會之後咧，俾我好大嘅感受，由一個對音樂咧相當之熱誠嘅人去推出一隻全新嘅耳機，至少喺背後嘅理念裏邊咧，我已經相當之欣賞。咁正話講翻咧，就相當之好多嗰啲銜頭啦，有啲好多 honour 啦，俾呢位 Bob Marley。其實Bob Marley 咧，佢一生係咧做咗好多推廣嘅工作。除咗推廣佢雷鬼音樂嘅音樂之外咧，佢對一啲嘅自由咧、平等咧、博愛咧、關懷咧，甚至人與人嗰個關係咧，係相當之重視。佢除咗推廣音樂之外咧，呢幾方面咧係可以咁講咧，喜歡 Marley 嘅朋友咧，除咗佢嘅音樂之外咧，呢方面咧係相當之欣賞。咁事實上咧，咁多年以嚟嘅話咧，由雷鬼音樂演變做好多其他唔同類型嘅音樂咧，係相當之多。咁講翻今日我想介紹一隻耳機。咁呢隻耳機咧，其實就係我手上呢隻咧，應該係頂級型號嘅 TDR 啦，係金屬類嘅全嘅耳機。Marley 嘅耳機其實我覺得咧，個介紹嗰個內容裏邊咧，佢做咗幾樣嘢，我覺得係非常之欣賞。第一，佢好着重一個環保嘅理念喺度。
因為咧講真咧，因為我自己屋企啦，或者我哋出售個耳機咧，即係不下真係過千以上。我發覺有好多耳機咧，其實就係冇必要而做一個包裝，而呢個包裝咧，實在真係好浪費。我記得咧，有啲朋友上到嚟我哋俱樂部買耳機，買完之後咧，大概我諗係1分鐘到啦嚇，佢即場拆到個耳機嘅盒咧，即場抌咗佢。咁我心諗，如果設計呢隻耳機嘅朋友，佢咁用心設計呢個包裝，而呢位朋友可能2分鐘之後就抌咗佢咧，係真係好浪費。我覺得唔單止浪費咗呢位設計嘅朋友，亦都對環境咧相當之大嘅影響。咁我睇到一啲嘅資料就係 Marley 嘅耳機咧，佢本身包括有好多唔同嘅用品咧，都係可以循環再造，係相當之環保。包括咩咧？包括佢嗰個包裝啦、紙嘅啦、可循環再生嘅鋁啊、塑膠啦，或者係啲可循環再生或者係啲天然嘅物料嘅木材啦，全部大部分嘅耳機可以能夠做到循環再造或者係再生嘅話咧，Marley嘅耳機嘅包裝同埋嘅耳機本身咧都係做到呢樣嘢。我會覺得嘅話咧，可能我哋冇諗過，原來咧聽耳機咧可以係支持環保。咁呢個係我可能聽耳機以外嘅一種額外嘅收穫。其次咧就Marley 個 family 咧推出呢隻耳機之時咧，其實佢本身亦都做咗好多嘅慈善公益嘅。因為咧我睇翻個資料嘅話咧，Marley 嘅耳機賣咗啲 Marley 嘅耳機嘅話咧，響部分嘅收益咧，佢會做一啲慈善嗰個用途。咁亦都同樣係啦，除咗環保之外，原來我哋買一啲耳機咧係可以做到慈善嘅工作，幫到一啲有需要嘅人。我成日都覺得嘅話咧，我哋可以用咗一啲幾千蚊嘅錢去買咗隻耳機，但當中原來咧大部分嘅人可能攞咗嚟嘅都係繼續再生產嘅時候，當然一個好事嚟嘅。但係如果我覺得除咗我生產下一隻更加好嘅耳機之外，我攞起一部分要嚟做一個慈善嘅工作咧，我會覺得咧更加美好嘅事嚟。咁另外咧就除咗我手上呢隻耳機之外咧，其實咧，我開個包裝咧，我有一個好得意、好留意嘅地方就係咧，佢有一個咧說明書。咁有啲朋友講話說明書，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啦。咁唔係喎，原來我發覺咧，而家香港或者好多耳機嘅品牌咧，已經省略咗一本說明書。咁呢本說明書嘅作用有啲咩咧？咁說明書好簡單，就講緊佢嘅可能嘅理念啦，你使用耳機嘅方法啦，或者點樣。但係有一點咧，我相當之有趣，甚至相當之留意就係咧。喺說明書嘅一部分咧，佢會列出一個好簡單嘅表。呢個表咧就係我哋咧耳機發燒友咧經常會留意，亦都經常唔留意嘅嘢嚟嘅。就係話咧，當你響一啲大音壓嘅時間嘅話咧，幾多分鐘聽幾多分鐘，對你嘅耳仔就受到傷害啦咁樣樣。咁呢個咧其實我哋之前耳機發燒友都有個討論，就話我戴住一啲耳塞，戴咗耳機出街。可能如果話90分貝或者95分貝，大概你聽1個鐘頭就好啦。如果你超過呢個時候嘅話咧，就可能對你嘅耳仔有一個造成嘅傷害啦咁。環顧好多時好多而家新嘅耳機咧，本身嗰本手冊都已經係少有，仲係喺嗰本手冊裏邊咧咁用心寫咗一個使用嘅時間，令到你唔好受到傷害嘅情況嘅話咧，我覺得呢個細心嗰種用心嘅話咧，亦都再一次令到我感動。耳機本身咧，無論佢個背後嘅理念係點樣都好啦。如果一隻耳機音質或者嘅自己佩戴效果唔理想嘅時候咧，其實我覺得都係成功咗一半嘅啫。因為一隻有理念、有理想嘅耳機，必須要配合好多嘢，包括音質啦，或者佢嗰個附件啦咁樣樣。咁剛才咧我就分享咗佢個背後嘅理念，而家我就想分享佢首先佢外形先。第一咧，呢隻耳機咧本身咧係佢條線咧係相當之，我唔講話襟用，因為啱啱開始啊嘛，相當之細緻同埋咧好用。點解我用好用呢個形式咧？佢有2條線俾你，一條線係短線，就有埋咪嘅，方便俾你可以聽電話同埋聽音樂。另外有一條咧係3.5去3.5好長嘅線，我諗應該足足有9尺長。咁嗰條線係咩咧？我會佢就冇好詳細咁話咗俾我知，不過我自己有個感覺就我相信佢係方便咧，你喺屋企裏邊咧係用呢隻耳機而嚟聽一啲音樂啦、睇電視咧，或者播一啲離遠嘅比較遠嘅 Hi-Fi 喺度。
因為如果你未必喺屋企咧係聽 MP3 嘅，你可能透過一啲嘅耳機嘅話咧係聽屋企裏邊嘅電視啦，或者透過佢嗰個 AVM 咧聽一啲嘅音樂啊，甚至 DVD 嘅音樂都未定。咁所以咧呢個咁長嘅線咧，其實就係方便喺屋企咧做一啲遙遠聆聽一啲嘅音樂。